2024年的5月，新竹有一栋28层楼瓦悬的主体大楼火烧厝，有2位消防员不幸来殉职。为2023年到2024年的5月，全台湾总共有8位的消防员因公殉职。咱的消防安全到底出什么问题？厝龄无到10年的大楼，消防设备看起来是符合标准的，但是为什么无法度来阻止到致命危机？拍火英雄，你执行到管楼消防勤务的时阵，阁会拄到什么款的风险甲挑战？灾难了后，要阁安怎来加强到消防指挥训练，提升全民防灾的意识，才会当来保护到民众甲消防员的安全呢？顶听呼吁，唔通阁用人命来换解决咯。咱的深度报道，做回来看。队员就这样子走了，谁为这件事情负责了？消防设施设备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谈消防人员罹难，不应该只从装备去看他，不符合公务安全的规范，你不抓就是废纸啊。云梯车到场在正面进行部署啊，通过科技化跟智能化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消防指挥干部。没有消防员受伤的救灾，才算是一个成功的救灾。浓浓白烟大量窜出，布满整栋大楼，消防人员赶紧布好水线，准备入内救灾。周姓和李姓消防员爬到一半，疑似氧气不足，赶快喊 Mayday， 用无线电求救。最后在2楼到3楼间寻获，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电浓烟黏附吸附在我同仁的面罩上面，他们擦也擦不掉，然后完全没办法判断方向。谁为这件事情负责了？你们依然坐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失去最爱的我们，依旧在哭泣，依旧无法相信。2024年5月26日，一场暗夜恶火夺走2位消防人员的性命。发生代志的真空会大楼厝龄无到10年，新点点的外观。到底藏倒一寡看袂到的消防黑洞？小心哦，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在哪个地方？当时虽然火无大，不过警为了紧急电源和导火管线设做火，加上配线无做好防火措施，拢总烧掉，真侪乌烟因管线火管楼撑起来，将做致命杀手。它其实也算是比较新的建筑物，排烟设备也有，自动洒水的设备，给消防人员使用的紧急电梯也是存在的。因为电线的燃烧，导致了说它连消防设施设备所需要用到的电。那也同样电线被烧断，所以消防设施设备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一场大火烧出关楼站建筑消防救灾难题，火灾过新北市政府透过新闻稿对外讲，会要加工商大容量的气管、双气管连接器等等设备。不过第一线救援人员这期装备升级，敢真正对当保障安全？根据我的经验，大概8就是极限了。到9的话，你配重会不对，会有点往后倒的样子。第二就是你体能负荷比较大。殉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设施设备不足够而已。火场里面的温度也高，不可能无限的去延长这些时间，让它在里面待得非常久。一支气瓶大概就是用25-30分钟这样子。调度的人是应该要想一些其他方法。让你派出去的那些兵是有办法回来的。戴着面罩背一支气瓶走上楼是最不应该出现的动作，但是当天却是下令队员这样做。根据内政部统计，目前全国有将近1/4的住宅位于11层楼以上的高楼当中，其中以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比例最高。根据法规，这些建筑必须要有紧急升降梯等消防设备。但是硬体不代表绝对的安全，华丽建筑内部可能有许多看不见的危机。一般人都以为说我安检合格就是安全，不是合法就安全。那个合法可能是一个一定程度的安全而已。当管线做完之后，都应该在管线的4周能够去把它做防火填塞塞起来。可是相对最困难做，而且最不容易被检查到的，如果没有办法符合的话，就会像这次晴空会的大火一样，真正的火势没有很快速的蔓延，但是烟却跑得非常的快。
根据当地咧修订的电业法用户用电设备装置规则草案，未来新起的建筑必须遵守紧急电源和一般电源分开配送等规范，就是为了避免真空会悲剧搁一摆发生。但是新法规都未追究过去，全面改善建筑消防安全，敢有可能？我们有请能源署那边，就是尽快能够发布这个用电装备设置规则。好，让那个建筑物能够做一点改善。这个很久以前就讲，他说你要做在一起，你就要用防火电线，你没有在抓啊，所有的法律你不抓就是废止啊。就是因为法律不溯及往嘛，所以如果它规范之后，原则上应该是适用新建的建筑物。那就现有的房子，你就等于直接放手放弃啊。我们会共同来合作，再来辅导这些厂主做改善。没有要追究你过去没做好，我要追究你现在这一秒钟你不符合这个法规。所以我认为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溯及既往，而是要求你立刻改正而已。除了建筑本身的安全问题，造成消防队员找无人到3天的通讯设备，监管是最后检讨的重点。在抢救上有很多东西，根据公开资讯，我们是可以去处理。比如说无线电通讯，无线电不通的话，这个人会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导入科技救灾的，透过新科技的应用来去协助我们的消防人员救灾。买好一点，它还是会有死角啊。重点是我们要找出哪几栋建筑有死角，我请你管委会去帮我测。然后我给你一套标准，那我们是不是将来要出去救灾的时候，我就能够掌握到我辖区哪几栋建筑有可能会出现无线电死角的这个问题？关楼火灾救援工作感到较困难，实际观察全台湾11层楼以上，主体比例上侪新北市，拄到火烧厝时，消防人员到底如何启动救援？最低气量303，现在准备入室，请自我收到。平常训练都会做这个，让大家习惯救灾的现场。为安全管制，布线搬变相车，甚至紧急救人，一切步起真演练。机台进入火场时，会当更加有条有理。Mayday，执行灭火收救任务，在梯间控制迷失。目前气量摄于100磅。需要 RIT 小组及气瓶4人，请跟自我收到。高楼随着都市发展密集化，真的是越盖越多。高楼救灾跟一般以往的救灾其实是差别蛮大的，因为现在的大楼在盖其实是一个社区为整体。那其实你到场的时候，你有时候现场可能只有1-2个保全，那你必须从一个纷乱的现场，一堆民众冲下来看着你的时候，你要马上去判断说，到底是哪一个点可能是燃烧的起火建筑物。面对现场可能乱糟糟，赶紧确认资讯，是指挥救灾第一的关卡。指挥官阁必须同时掌握火场情形和队员状态。高楼部分对于我们第一层的那个救灾同仁的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荷。高层楼我们要带上去的装备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体能的部分我们要去注意。大家各自气量，我的气量308巴，我的317。319。我们分队会指派一个人员，那当你人员要进入火场的时候，我们都要缴交管制牌。那他会开始是计算你的气量，我们新北这边有一定的规定。好，当你的气量到达多久时间，你就要通知他撤退。关楼站建筑火警救援考验人员体能极限，建筑部本身的消防设备是成败上大关键。我后面这一台是我们的林口刚到的50公尺云梯车，能到的大概就13、14楼。可现在大楼随随便便都是20、30楼起跳，所以你要说我们越买越高的云梯车去支应各种不同的高楼，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大楼它现在有消防专用的电梯，如果说它的电力相关的设备是正常的话，我们其实会从那个部分去做人员的交替。11楼以上，第一个它会有自动的灭火设备，像自动洒水设备啊，或是泡沫设备，或是一些排烟设备。那有一些甚至是更超高楼层，光是靠我们消防车的那个压力打是打不到20层，那它会有中继的泵浦。
灾难的现场千变万化，指挥官爱伫咧真短时间内做出真侪攸关性命决策，应变的能力爱安怎学？过去我们对于消防干部的养成训练，都是透过经验的传承、聊天啊。刚出任指挥官的经验确实是真的比较少，其实通常都是先有职务才去做学习。北海文化6号回答，文化人车抵达现场。徛点伫咧飞机实艇，救援人员当时用无线电交换资讯，同齐完成任务。科技辅助无去灾难现场，互消防指挥官伫咧火灾发生前，会当学到真侪指挥技术。北海收到，燃烧面积5平方公尺，燃烧慢工下去啊。北海收到，请加强人民搜救。北海文化6号收到。我们紧急应变指挥学院 ERCA 是在108年的时候正式营运启用。中永和、板桥、新庄其实都很多高楼，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么多的一个情境训练，让我们指挥官可以随时的去做各项的应变处置。就是我们可以用一样的场景去不断的训练。透过 ERCA 其实好处是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大家有个共同的救灾经验跟观念。灾难会现况卡响紧张。2020年台北市前规 KTV 一场大火，烧死6人，72人受伤。嘛，互台北市府检讨加强消防安全法规。今天要做消防测试呢，麻烦你们先跟大楼做个情绪广播。好的，消防广播测试，请各位来宾切勿惊慌，不便之处敬请见谅。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拿那个加烟探测器，它就是会喷一些烟，模拟火场的烟，然后让警报动作。然后我们同仁会去量那个声音。请注意下一次广播。它的分贝超过87就达到规定。我们现在测的是排烟设备，只要是营业场所，这个面积大于100平方公尺以上，它都必须要做这个排烟设备。我们必须要测它4个角落，再加上正中心的风速去做平均，会去看它的风量有没有符合这一间包厢算起来的面积。假设场所有火灾的时候呢，我们规定它一定要切换播放避难逃生讯息。这是我们新的自治条例规定的，就是切换成这样，告知所有的民众，现在不要再唱歌了。台北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呢，针对之前的前规大火事件之后，其实有做了一些修法。发生火灾的时候呢，我们的荧幕也要切换。然后第二件就是火警的讯号呢，要传到管理权人跟防火管理人。还有第3个就是消防局的资料库，还有要求他们要每年做一次员工做灭火班的训练、避难引导班的训练，还有通报班的训练。通常大部分我们检查到的缺失都是火警系统关闭、广播系统关闭。那如果真的发生灾害的时候，反而你用的这些系统都是失效的。我们检查再多，只要在我们走了之后全部关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消防安全是要大家一起去配合。重点消防安全，日常生活小细节，嘛是上要紧的代志。很多火灾发生造成人命死亡，都不是被烧死，都是被浓烟呛死。这往往会被浓烟呛死，就是它安全区域化被破坏。那第一个被破坏就是防火门没关上的部分，防火门关闭的话，它在它的逃生楼梯那边会形成一个安全区。火场一定要跑，这是一个最大的迷思。逃生路径上没有烟热，你可以选择逃。但是逃的时候就要往下，好，这是个原则。那如果你今天已经看到有烟了，或者是有热了，基本上我们就不主张你跑。我们一般的住宅大门也都是有防火时效的啊，至少也都会有1个小时以上。我猜他会比你贸然跑出去，遭受浓烟还要危害更小了。去教导如何使用灭火器跟大楼避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就是说火灾研究这么多年，我觉得说设备、建材、设施、外部的抢救都很重要。可是我们内部我们自己本身是住在那里的人，我们是要逃生的，我们自己多少要有一点点危机意识。我们住在高楼的民众就是我们平常对自己的家户环境一定要有所了解。平常我们可以做好一些家庭的逃生计划，绝对比我们灾时的抢救更重要。
没有消防员受伤的救灾才算是一个成功的救灾。为了更快的扑灭火势，或者是为了更快的抢救民众出来，然后让我的同仁殉职，这个是对我们来说会是最大的痛苦，也是我们最不愿意承担的后果。大火无情，烧掉性命，逐摆灾难都亲像拢是警讯，提醒千万唔通搁再发生。每一场火警拢爱全身而退，无希望有人因为大火牺牲。